人生就是一场充满挑战与希望的旅程，而这场旅程的核心，不外乎三个字：活、忍、熬。活是生命的本质，活着不仅仅是呼吸与存在，更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对世界的探索与理解。我们从婴儿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了这场人生的征途。每一天的晨曦出现，都是新的开始；每一次的日落余晖，都是对过去一天的总结。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跋涉，承担着责任，也怀抱着希望。生活的重担或许会让我们喘不过气，但我们依旧选择前行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活着就要勇敢，活着就要奋斗，活着就要珍惜身边的每一寸光阴。活着并不容易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都难以避免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经济压力、家庭责任、职场挑战，这些现实问题让我们时常感到无力。然而，真正的生活不只是被动的接受挑战，而是积极的寻找方法去应对。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节奏，在忙碌与休息之间找到平衡，在劳累与成就之间体验价值。在这场生命的旅途中，我们不能只是行尸走肉的存在，而是要学会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，从点滴细节中感受快乐，从微小的进步中寻找满足。生活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充满可能。当我们学会适应变化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忍是生活的智慧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挫折与困难，也免不了与人发生矛盾与争执。当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时，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便容易陷入冲动与纷争之中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忍耐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成熟的选择，一种对未来负责的态度。懂得忍，能让我们少犯错误，少树敌人，多赢得机会，让自己在人际交往中更加游刃有余。忍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，更是一种内在的修行。学会忍耐，不仅是对外界的一种回应，更是对内心的一种锻炼。当面对困境时，学会忍住内心的焦躁与不安，静下心来思考解决方法。当遭遇误解时，忍住冲动的反驳，选择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忍耐是一种难得的品质，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不轻易退缩，在遭遇挫折时不轻易放弃。许多成功者的故事都离不开忍耐这一关键要素，他们在逆境中默默坚持，最终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。忍耐的过程可能艰辛，但它是通往成功与内心平静的必经之路。熬是人生的历练，人生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每个人都会遇到低谷与瓶颈，而关键在于是否愿意熬过去。许多时候，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坚持到最后。熬得住的人最终会收获希望，熬不住的人则可能与成功擦肩而过。熬意味着对未来的信心，意味着对梦想的执着，意味着对自己的肯定。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，许多问题，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。当我们处于低谷时，或许会觉得前路迷茫，但只要愿意给自己一些时间，愿意一步步去努力，就一定能够走出阴霾，迎来光明的未来。熬不是消极的等待，而是在煎熬中寻找突破，在困境中寻找机遇，在无数次跌倒后依然选择站起来。正如许多伟大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，真正的成功不是天赐的幸运，而是长久的坚持与不懈的努力。熬过风雨，才能见到彩虹；熬过黑夜，才能迎来晨光。人生的路或许坎坷，或许曲折，但只要我们记住这三个字：活、忍、熬，就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自己的方向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我们要活得坚强，活得精彩，要忍得住委屈，忍得住磨难，要熬得过困境，熬得过岁月的考验。如此，人生必定能迎来光明与幸福。每个人的人生都独一无二，而这三个字便是指引我们前行的灯塔，让我们在人生的风雨中依旧步履坚定，迎向未来的光明。